大家好，我好榮幸能夠參與由香港特殊奧運會主辦嘅運動員領袖訓練營，而今次我入 camp 嘅目的就係練習幫手同大家拍攝嘅。呢段片將會記錄住9名導師帶領31名特奧運動員喺呢次3日2夜嘅營會活動中體驗唔同嘅歷奇活動，學習如何提升演講以及溝通技巧，仲走進鹽田梓進行定向活動。現在就由我阿 Sam 聲音導航，帶大家睇下特奧運動員領袖係如何練成的。31名特奧運動員以及9名導師嚟到營地，展開3日2夜嘅運動員領袖計劃訓練營。呢班運動員係嚟自唔同運動項目嘅訓練梯隊，部分更加喺海外賽事中奪得佳績。過去我曾經分享過特奧運動員參與義工服務，以及介紹由運動員領袖以及義務導師組成嘅委員會。今次可以俾大家全面地睇到呢班運動員透過營會活動學習如何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並增強表達以及說話能力。係啦，記清楚。好啦，第一位同學，如果你已經接收到信息，記起身先。第一個啫，第一個。係啦，隻腳唔喐得嘅，淨係隻手去縮嘅啫。好。正面做咩？正面。正面。係啦，喂，慢慢嚟啊，唔好急啊。一隻。時間上2分半鐘。唔好搞啦！
2025年香港特殊奧運會一個運動員領袖嘅計劃，但係呢個計劃裏邊仲有3個字係咩字？大灣區培訓。你音樂你明叻㗎，你唔好瞓覺，呢個係佢。呢個係你唔好瞓覺，呢個係大。大姐。你唔好瞓覺，你笑啦。你唔好瞓覺啦，呢個係佢。清楚未？清楚。好似點啊，張文？同埋青春期會有到正面情緒同埋負面嘅情緒。好叻，一睇就知道卓文讀咗好多呢啲，上過好多。咁咧有邊啲嘅話題我哋要注意嘅咧？呢個都好緊要嘅，即係咧，譬如當我哋知道其他人係介意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好繼續去到講，係啊。比較大隻。比較大隻嘅。超大隻，超大隻。我哋二組嗰間都知道佢哋係咁壞。誒呢度有個白板。嗰個咩第一嗰個第二？我屋企就有4個人，包括有我啦、爸啦、媽媽同埋細佬。特殊奧林匹克冬季世界2025年比賽，我攞咗1金1銀牌嘅攞咗1金1銀嘅成績。我參加咗特奧2年，我嘅興趣係彈琴、打籃球同埋聽音樂。除咗中意鐵路之外咧，我就好中意關心時事嘅。OK 晒就可以啦。你知唔知我點樣見到你緊張咧？硬晒見到佢。手咧，如果呢件衫啊。自己手我自己手自己手。好，OK，你哋就頭尾包住，OK。第一就1把。OK，又係唔聽啫。過程當中咧，除咗有某啲嘅景點去揾到之外咧，我都希望大家揾到嗰啲 YT 係咩嚟嘅。每一個 YT 係代表住佢一件嘅藝術品。影相合影，唔要動物個體戶啊嚇！聽到。行慢啲，加咗行快啲。係啊，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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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我哋揾到你一個。第2組準備。 2、3、4、5、6、7。2、3、4、5、6、9。OK。你入到去可以紀念印章。嗰件，後面嗰件，佢係咩嚟嘅咧？佢其實係有冇人讀俾我聽佢係咩？流水龍龜。流水龍龜係啦，每一組要排個流水龍龜，跟住咧就會咁樣影過去㗎啦。OK。有心形嘅。屈咗你條魚。好放晒3，好。咁所以咧，其實係行呢條，我想講好耐嘅。係啊。陣間影相咁樣。好，第3組都知啦。好，望住1、2、3。嗱，呢條斜路最斜㗎啦，全程。好，克服咗啦，跟住咧就可以上樓梯啦。而家就你咩組啊？你跟到我哋嘅組。下一站。好。呢度1、2、3 ，OK。又放哇！好啦，近嘅，睇咪都各位喎。哦，好。唔講唔知，帶領營會嘅9名導師之中，有啲仲係具豐富經驗嘅運動員領袖嚟添。而呢班特奧運動員領袖喺活動之前，仲同義務導師一同籌備今次嘅營會。而運動員領袖喺營會嘅活動之中，擔任組長嘅角色，負責協助營會嘅運動員完成唔同嘅任務，以及照顧運動員嘅安全。冇事嘅，加油！
物資咧就要帶，大家一定要帶嗰個紅色嘅塑繩袋，咁咪輕，好輕可以裝少嘢啦。咁第二要帶水樽啦，我哋嗰陣時咧要行山啦，都需要補充水分嘅。喺度碼頭，呢度碼頭轉右係咁樣行噶嘛？咁啊，可唔可以帶我哋去？上咗 YT 7嘅喺樓下咯。下次咧，如果你諗唔到點樣寫，你個名叫係照抄翻嗰啲字。至於我今次營會嘅角色就係拍攝影片，將呢啲影片剪輯成為活動嘅精華俾大家欣賞。犀利啊！未嘅，係喎，馬上喎，上船，哇，好靚啊呢度！呢個好得意喎！咁呢啲生日裏面，你學到啲咩，同埋你有咩最大嘅成就？最大嘅得着，最大嘅得着係咩？就係可以同其他運動員一齊合作玩遊戲，學到啲團隊合作啊，或者照顧啲啱啱新識嘅人，學點樣用一個禮貌咁樣教導人點樣適可而止，點樣咩情況下要停，同埋進步啦！就係要咁樣，就係學呢啲嘢。好，喺上面就係、有啲人咧係好介意瞓覺咯，即係嗰啲所謂嘅瞓覺發出嘅聲音嘅。但係反而我覺得嚟講係非常之正常嘅，因為有可能我喺人哋個聲裏面都感覺會攰咧，非常之咁個唔想再嘈人嘅，即係想俾佢安心啊！我就覺得點解你唔可咁同眼前嘅人傾下偈、吹下水、放下空咧？最需要進步嘅就係同你哋多溝通。係，唔好成日聽住個 headphone。我覺得自己進步咧係主動咧係有主動性，最重要咧就係要帶啲同學，唔好行錯路啦。學到如果有咩事同啲職員講，最大嘅得着就係點樣去學識去管治你啲組員。由第一日嚟到接到大家嘅唔合作啦、唔團結啦，到咗琴日我見到大家都好合作，去完成晒所有導師你哋嘅任務或者活動喎。最終希望一樣嘢就係大家將今次呢所有嘅團隊精神，亦都講嘅拎翻屋企幫手。好，得唔得？雖然今次只係幫手拍片，但係從過程之中可以睇到運動員以積極嘅態度不斷學習同埋改善自己嘅不足，發揮團隊精神，令我都投入起嚟，同時亦都喚醒咗我為特奧服務嘅初心。希望透過今次嘅片段讓大家知道，儘管我哋喺智力上有缺陷，但係都可以從參與者變成真正嘅領導者，因為我哋已經將特奧嘅口號記在心中。